桃园路德的美福仓库伫咧2022年3月着火，烧3礼拜才甲火拍花，空气污染甲真严重。当地居民遭自救会拍官司2档月，伫咧去年底和解。自救会今仔日甲赔偿金分予成员，嘛希望政府立法加强工厂的管理。 在去桃园美福仓图火灾自救会成员就到立委服务处办理赔偿金的半付代志，因为位伫桃园路德美福仓图2022年3月发生大型的火灾，连续烧3礼拜才拍熄。后来市府行政裁罚600万，不过却是遭到公司提请数万来撤销。我们球场，我们当然希望更多啊。 因为我们那一阵子的生活品质真的很差，出门是不得已，不出门也不行啦。你在家里面也是臭，在外面也是臭啊。他既然补偿我们一些生活上那一阵子的不方便，本来就是要注意啊，对啊，因为你如果一发生那是会造成一些公共伤害的。 当时大火产生的高烟甲臭味影响民众生活品质，引发民怨。5号日中山地这邻里的民众组成自救会，总共67人，拍这集体要求赔偿的官司，专案拍2年外，去年底伫法院调解的和解来落幕。真的很多加入我们诉讼的民众，大家并不是真的为了赔偿，就是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严重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这么严重的问题，还有消防相关的问题，没有人重视。 住在这里，然后结果竟然有这样子的空气污染的品质，就很不能接受啊！自救会强调，工厂公害定然发生，考虑真侪因素和解来收场，希望政府能看到成员一路行来遮辛苦，伫工厂管理、空气污染、消防这方面加强立法甲控管。记者综合报道。